的爸，你是永远的君王，你是阮的主，你就是疼。主啊，这是阮自一日殿来，阮来公教会，阮同心来敬拜你，求你祝福阮今仔日的所有的牧师的讲道，师会所讲的，牧师所讲的咱所听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和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圣神啊，求你来充满阮每一个人的心。你互阮知影阮的过失，互阮深深的悔罪。伫你的内底得到平安。主啊，感谢你，阮也要来传福音，求你祝福阮每一个事工，互阮今仔日的敬拜充充满满圣灵的同在，互阮恭恭敬敬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所赐的平安。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礼拜开始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要来敬拜阿罗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阮要安静，甲仰慕你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的生命得到造就，灵性得到复兴。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
就君上主，带什么来敬拜至高的上帝？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来吟圣诗24首，关心懊恼至高上帝，请大家起立。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了你，你是满有怜悯的神。受伤的芦苇，你无压定；要发的灯火，你袂分析。你体贴阮的软弱，舍弃阮一切重担，照着阮的本相接纳阮。你是阮的气力，阮的帮站。你是阮的软弱变做坚强。伫什么所在软弱，就伫什么所在坚强起来。你慈爱的话语，甲出人意外的平安，记在阮每一天的生活，互阮会当伫困境中继续行落去，互阮信心甲耐心，等候你应允成就的迄一天。互阮伫每一件代志上，拢选择信靠你，得时无得时，拢来学了你。主啊，请你伫今仔日的敬拜中，大大开阮的心，圣灵大大甲阮充满。阮的生命当中已经累积太侪的物件，阮的心思
茶饭，阮互世俗来羁绊。阮受过去的代志，心内受伤，阮有太侪错误的信念，阮需要主的医治。求主的灵大大运行伫咱的教会，互阮会当看见家己生命中真实的近况甲需要。恳求主来医治阮，互阮得到医治，并且会当心接对你来的祝福。伫季节交替，比个点有疫情升温之时，求主赐予阮的兄弟甲伊的亲人有受属天的免疫力，特别是家中的长辈甲儿童。求主特别保守因的心、血管、血压、血液，拢会当正常交运，并且医治气管、鼻仔、咽喉、皮肤过敏甲发炎的部分，保护阮无受破病、流感、季节变化影响，身体健康，出入得到平安。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因主祈祷耶稣所教示的祈祷文，谦卑祈祷来讲。阮伫天边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启应文第14篇，就是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烂。虽然地大变动，海水夹饮哗哗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地邦哗哗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制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浸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吟信诗570首，我坚固石盘，请大家一个吟。
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第60到第90，罗马书第8章18节到25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住，白甲山羊的囝会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牛母甲牝母会做伙食，因的囝会做阵休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啉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长恁的婴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穴。伫我圣山的逐所在，一定无伤害，嘛无破坏，因为对上主的认捌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罗马书第8章18节，我想现今即个时的苦难，甲将来得要对咱显现的阳光未必的。必作物迫切的听候上帝进囝里的显现，因为必作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毋是出于因的本意，是上帝的旨意。不过，必作物又毋望。有一日，因本身嘛捌受偷棒来脱离会败坏的屈束，通甲上帝囝儿分享阳光的自由。咱知所有必作物到现在也做伙伫痛苦哀求，做伙经历催尽的苦痛。毋那必作物，连咱才会得到信心做头水的果子的，嘛得吐气听候上帝接纳咱做伊的囝儿，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因为咱靠即款毋望得到救，看会到的毋望，毋是毋望；看会到的，那着毋望。咱若毋望迄个看袂到的，就为忍耐听候。以上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赞美，即时要邀请圣歌队，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伫爸的厝内》。是。
感谢圣歌队的歌声，愿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上帝。讲道只是要请本堂黄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论平安》第3讲，完全的平安。兄弟姊妹平安。这是咱所惯势，也是咱所常常咧请安的一句话：平安。伫现实的生活中间，每一个人因为伊的环境无共款，常常变化，所以咱对即个平安无共款的即个定义甲期待。所以当你讲平安的时阵，我相信即个包含所有即个意思。也期待对方所需要的平安，会当因为你的请安，真正主要所祈祷，会来享受互伊。所以咱伫青年的时阵，可能的平安是讲我会当安尼得到真好即个考试。你做老爸老母，你的平安可能是囡仔拢会当安尼真好大汉。后来你的平安可能伫工作场所的中间，咱会当有一个真顺利、真好即个待遇，安尼会当应付咱逐种样的需要。到了年老的时阵，你的平安可能拢无病痛，去检查的时阵，所有体检拢总乌的、无红的，安尼。所以呢，兄弟姊妹，所以每一个阶段平安是无共款。现此时，咱伫咱的社会中间，也是咱伫生活伫即个世界内面，内莫有遮安尼战争的阴影，内莫有即个两岸，就常常安尼飞机飞来飞去，安尼咱的心就较清彩、较平安一寡。经济方面变化真大，咱嘛真烦恼。即个变化是毋是影响到我本身的一个经济，影响到我本身的工作？所以这是咱所关心整个这个问题。现在你可能嘛关心BA.5是毋是会安尼个侵犯咱台湾，互这个疫情会愈来愈提升。每一个平安的细节，到伫现今对国人拢变到是一个全面性。非常大，影响真深。所以呢，伫即个变化时阵，有时咱会感叹讲都回不去了。过去安尼日子就过了真好，咱就只惯是咱过去的生活方式，都回不去了。这句话也表示咱对未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咱充满一种不安。这种问题拢是无平安一个状况。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真大变化的时阵，你敢有平安？你心善，还是你希望会当得到什么种的平安？这是咱伫第一讲中间讲到这个平安的定义。然后第二讲中间，咱讲到主要所祈祷平安。伫无平安的时阵，咱要期待一种平安。但是你要怎样得到平安？所以咱得到的。伫世上，咱所看到、咱接触的，希望伫这个世间会当得到伊互我的平安。但是呢，第二讲的中间，咱讲到，其实平安是指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常常咱希望平安是一种情景，是一种咱的内心，是一种的气氛，是一种安尼外在环境真和谐的状况。所以，迄是一种的情景，外在。但是，伫圣经内面讲到，其实平安就是一个人主耶稣基督。米迦书安尼有言讲，必利行的以法他，将来有一位要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做我掌权的，然后这个翻译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位就是平安。伊袂讲到，伊要带互咱真大一个平安，要改变所有整个环境，要脱离咱一切的患难，什么物件？伊讲，这位就是平安。平安就是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赐予咱人类的礼物。所以，如果你若是要得到平安，你可能是希望这位来要带互咱真和平的状况。就是以色列人伊所期待，若是这个弥赛亚来的时阵，伊会当互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袂受罗马帝国伊的压迫，安尼伊会当得到伊的国家的自主。然后可能期待我会当亲像恢复伫大卫王，还是所罗门王，我以色列国会当非常的强盛，会
会当带来我的国家伟大复兴。这是因所期待的。但是，伫圣经内面讲无，只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归回主耶稣基督，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才是进入平安的境界。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伫这个所在，劳苦重担，这是一个人伊心上所背负、所经历的事。所以来到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并毋是讲到你若劳苦背重担，来到我遮，一切劳苦重担拢替你解决，一切烦恼拢替消除，一切无好的事拢互你会当完全无去拄着。伊讲毋是，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遮就是安息。今日咱所拄着的问题就是平安。咱期待平安，咱嘛真希望会当得到平安。甚至，咱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咱嘛有一种平安的应允。但是，伫这中间，甲咱实际的生活有一大一个落差。咱有平安的应允，主耶稣基督伫咱中间。但是，看咱的周围的时阵，也是你家己本身所经验体会的时阵，其实大部分时间拢无平安。为什么安尼？因为咱所期待的平安，甲世上的是同款的时阵，咱看袂到这平安。有罪的所在就无平安，有罪的人伫咧，遐都有罪恶产生。有罪恶产生的所在就无平安。今日咱嘛有咱的罪性伫咱内面，今日咱嘛伫咱的人性的软弱中间，所以。有时阵，外在临到咱的时阵，咱有真大无平安。你敢有想到一项？因为你本身嘛是无完全，你嘛受罪软弱伫你的心内底，所以你本身嘛是会成做无平安的根源啊。心理学家讲，也是咧强调正义的人安尼讲，每一个人拢是别人的加害者，别人因为伊的问题。你甲伊相甲做伙的时阵，常常咱会成做一个加害者，会受苦的人。所以别人对咱无好，别人无好款待咱，咱失去平安。你敢想到你本身嘛有可能是一个加害别人，互别人受苦失去平安的人？咱个拢每下拢是伊问题啊！吼安尼。有时我也听过一寡遮的见证，也是听到兄弟姊妹。一寡会埋怨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听起来两个都拢做听主拢是真好的基督徒拢做卫生的你若单独来看医生，有够好的安尼吼，这个基督徒有够好的安尼无说嘛真婀娜。伊讲无做替阮祈祷阮即摆两个翁某两个安尼足紧张的安尼我讲你两个拢较听主我无啦都。做足侪代志看庙好势门市斗袂捌就要安怎安尼？紧张，所以有这个情形产生的时候，就是无平安。有一个问题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过去原生家庭的一个塑造者，所以咱的原生家庭会影响咱这个人的个性，咱对代志的看法，咱对代志的处理方式。所以，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甚至安尼讲，咱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另外一个人嘛是为家己的原生受害者，然后当两个人做伙的时阵，就彼此加害。毋是愿意，但是呢，就是常常伊的本性、伊的软弱、伊的无完全的所在，就成做对方真大的一个伤害、杀害。姊妹，这是咱今日所拄着的一项事。伫教会内面嘛是同款，咱彼此相听，咱同心合使，但是教会因为人软弱，嘛有一个紧张的关系敢若观念、方式、对代志的看法，
判断方式无共款，哇，都有真大紧张。所以这是咱所拄着现实的情形。人内心有伊的罪，而且世界拢是罪恶的权势中间，所以一定会产生对咱有一个真大的紧张、软弱。所以世界的罪的权势内面，必然有产生人甲人的中间的一个纷争、战争的冲突、经济竞争、环境的生态、人的私心。弟兄姊妹，整个世界拢是无平安的根源。所以罗马书这个所在讲到，一切受造的物拢一只痛苦、忍受、疼痛，直到现今。这是因为什么？罗马书呢是咧讲到一项，因为罪进入到世界内面，然后罪就互人甲上帝分开，无敬拜伊。然后因为无敬拜上帝，所以一切人的软弱，一切人的罪进入所产生的歹，然后直接影响。所以到伫现今，对罪进入的时阵，咱就一直伫罪恶的辖制中间痛苦。天后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伊过来，然后带来平安。甚至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才会当完成这整个过程。所以今仔日咱伫遮嘛是痛苦寒餐。圣经的真理所优先要处理的问题，毋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政治的难题、战争啦、经济啦、生态环境的问题。这一切根源，拢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咱常常有真侪人，伊要来关心社会公义的事，伊来改变社会，甚至伊想要伫地球建立上帝的国。我想这是出于人的人道的关心，但是有时阵，对整个历史到伫现今，这难题一直存在。这难题拢是讲到罗马书内面所讲的，人伫痛苦、呻吟的所在，伫艰苦过日，战争一定不断，人的问题一直不断，数千年来婆媳问题一直拢无得解决，人的争端一直愈来愈严重，而且这是全个世界的事。弟姊妹，人的能力，不管是出于好的动机，还毋是所要达成的平安，拢是非常的微细。努力所达成的和平的努力，结果拢是非常无稳定。所以人咧讲，要签署和平协议啊，吼，你签的都无问题，都无平安啊，都无战争啊。和平协议安怎签，战争就愈大安尼。弟兄姊妹，这是人所定的，咱的和平，但是无和平。所以，如果若是无针对人的根源的罪，一切难题问题去解决，无平安。所以今仔日咱看要战争的时阵，苏俄来攻击乌克兰，造成乌克兰非常大的伤害甲灾难。但即马两个国家伊咧开会，伊咧讨论啊，阮会去攻击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阮是受难呢，吼，然后阮带阮真大威胁，所以我必须要去攻击乌克兰。哇！所以攻击乌克兰造成人个问题，是伊家己受到攻击，伊要保护家己。弟兄姊妹，有时咱感觉咱台湾真是非常的可怜。常常霸凌，就飞机飞来飞去，敢无国家徛伫咱中间？无呢？为什么无？我知影你艰苦啦，我知影迄是真阿爸，但是我知影我若徛伫你即边的时阵吼，我伫遐利益拢无去呢。经济利益要安怎样？弟兄姊妹，这就是咱真大的问题。有时咱要徛伫正义，咱要徛伫对的方式，但是咱受到真大的损失甲威胁的时阵，咱选择。睁一只闭一只眼啊！咱选择徛伫咱认为无好的所在，因为这是咱真大一个问题。为什么安尼？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一个完美的人，去个所在指责一切法利赛人，这经学士因一切的虚假的时阵，伊是受顶是未假啊！伊是受到上界大的苦难。今日那是共款，如果那是要真敬虔对义，那是要徛伫真公正、真实正义一边，你一定会受攻击，甲无平安。姊妹，这是咱今日所拄着真大一个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源乃是人的罪。整个圣经予咱的平安的路，就是救恩。只有人甲上帝会当复合，人甲人的平安，人心灵中间的平安，这会当透过救恩，亲像罗马书内面所讲的，一切受造的万物会当脱离朽坏、无平安的苦束。救恩。所以圣经内面讲到，平安是上帝的礼物，平安的信息上界大的焦点，也是咱今日信仰中间所要处理一项事，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平安必须要甲上帝产生一种连结，安尼咱才会当进入到平安内面。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留平安互你，我的平安赏赐互你。我的平安，毋是世上的平安。”这个所在伊个讲法真清楚，毋是世间的平安。所以你所求的平安，若是拢无病痛，经济拢真好，拢无战争，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过日子，拢真富裕，做任何一个代志拢真成功，拢真顺利。姊妹，你所求的平安，若是安尼，主要所基督无这个应允。伊所讲的一个事实，乃是世上有苦难，这是事实。但是主耶稣基督讲：“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予你。”所以咱就爱对整个这个平安的概念，对世界平安的概念，进入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平安的一个应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这个平安的就是基础，就是要互咱甲上帝建立的关系。平安的路，乃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互咱会当认知咱家己的罪。咱会当得到罪赦免，人会当甲上帝和好，这是咱得到平安的先决的条件。平安就是咱会当顺探上帝的掌权。所以圣经内面罗马书讲到，如果咱若顺探肉体，顺探咱家己，咱的本性就是死，无平安。但是你若顺探圣神，就是性命，就是平安。所以平安的路，乃是咱甲上帝结连关系，而且咱会当顺探伊的掌权。姊妹，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这个问题是安尼，你有得到平安无？你信耶稣基督是期待亲像世间的人的平安，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你有得到平安无？但主耶稣基督讲：世上恁有苦难，活伫世间就受苦难。但是伫我内面有平安，所以伫苦难的世界会当得到主的平安。咱现在经历世上的苦难的上时，咱有主的平安，所以这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一个情形。你讲有得到平安，会使。咱会当得到平安，但这个平安是伫苦难的世界经历苦难的时阵的平安。所以，正如彼得前书内面所讲的，也是真侪咱的使徒所写的批信中间，现今恁伫百般的苦难中间，但是恁会当享受圣神内面所赐予咱无法度形容的喜乐 （happiness）、joy。所以，兄弟姊妹，
伫患难的中间享受平安，伫患难的时阵有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咱会当享受平安，但是伫现今咱所经验的一项，有一个名词：欲尝平安，担着平安的滋味。但是这个平安伫咱世上所经历的中间，也无完全，因为咱游玩伫苦难的世界内面，担着平安，体验着平安。以弗所书第2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将和平平安赐予咱。这中间咱是讲到关系上的平安，和犹太人、外邦人合作一，安尼伊会当杀倒伫中间隔断的墙。外邦人甲犹太人，因有文化，因有律法，因有种族，因有国家、宗教的差别，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互遮一直拢拍破，连到合一，就是平安。世界无法度达成的事，因为世界一直用真济代志，等你隔离，你搞无共款，你是迄边，我是即边，你搞是无共党、无共派，但是伫这个所在，主要是基督透过伊的十字架，将因合做一。这是讲到12个学生、12个门徒，因拢来自无共款的所在，然后伊当成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合做一体。伫人中间是无可能，所以主耶稣已经即个十字架完成，所以咱会当去体验和平，已经发生伫咱群体中间。体验平安。圣经内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互5000人食饱，食饱了嘛是阁枵啊。但是主耶稣基督透过这项神迹，互人体验一项。伊是天所赐的粮，人因为信靠伊，人会得到饱足，心灵的饱足，毋是肉体。所以伫这个所在，借着伊所行的神迹，互5000人食饱，咱是伫个所在有过。现在你已经体验到什么叫做饱足，只有主耶稣基督会当带来，所以将来要互咱每一个人拢得到饱足。主耶稣基督和拿撒勒对4个月，后来当然伊嘛是阁离开阁死，但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伊和拿撒勒4个月这样事，会当成做一种调头，伊就是活命，伊就是个月，安尼要来有过一项，将来咱已经离开世间的人，信伊来离开的人，咱会当得到个月。今仔日，咱已经信主耶稣基督，你的身躯有平安无？无啦。我最近去检查的时阵，医生讲恭喜吼，咱的肠胃医师拢真好。不过有一项红字哦，这个问题就真大啊！这个红字介就安尼我的血糖过高啊。然后爱注意哦，去看一下营养师哦，要哪好食，食较好，食较健康的这个代志，后摆可能对你身躯有影响。咱姊妹到伫年老时，咱期待身躯会当健康，但是咱若免期待讲，这个健康一直维持落去，亲像囡仔共款活跳，安尼拢总无病痛，无健康，这就表示咱一天会面对死的代志，无平安。可能咧拜了后，我就要去开刀，一个小小的刀，真细啦开了就可以讲得出来啊。咱姊妹，这是咱本身6个软弱，这个中间的时阵，咱讲无到，因为讲主啊，我感谢你，信靠你，我替人祈祷，祈祷拢病痛拢好，无安尼。但是有过一项，有一天，主要是基督要。互咱慢慢衰微，然后已经毁坏暴病，脱离了后，然后伊为着咱备办一个厝体，为咱备办一个国活的身躯，有过。
兄弟姊妹，所以咱今仔日所拄着的事，咱今仔日信仰中间，你无多期待，亲像成功选手要甲你讲的，无战争，财务真好，成功顺利，健康平安，脱离一切患难，拢总无问题。你若信主耶稣基督，有信心，你能得到一切完全的平安，啥物拢互你。兄弟姊妹。事实无安尼，为什么无安尼？那是因为咱今仔日所经验的事是体验式的，预尝平安。互你知影平安是啥物？互你知影你将来当得到平安是啥物？但是伫世上咱有苦难，咱要所得到的平安，甲世上的人所求的平安是无共款的。但是主的内面，伊就是咱的平安。有一个圣人家安尼讲，保罗讲到平安的路，无论是伊的所行新业，才会掉头；无论是咱中间所完成的这个合一的关系，这拢是一种的掉头。讲到未来将末的一个远景，所以今仔日咱袂当休人做的软弱，犹原伫咱心内。咱若是要彼此相贴，咱要来维持正义，咱要互代志拢会当顺利。但是咱的智慧的有限，人性的软弱就伫咱中间。所以当咱感觉用真好的动机、甲方式、认为好的方式来处理代志时，可能造成别人真大的伤害啊！我一切都是为你好，就是因为你要对我好，所以我才很痛苦。这是咱的问题啊！我一切都是为你好，我一切所做都是为了你。就是因为你一切都对我好，反而对我造成伤害和痛苦啊！你知要安怎？兄弟姊妹，这是人的软弱。圣经内面讲到有一个远景，这就麦啊、麦子甲稗子，这个比喻，伫教会的内面有存在信徒。甲假信徒，有属灵甲受血气的。咱虽然是一个拍破一切芥末，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但是咱也毋是一个真完全平安的一个群体。伫咱中间，嘛有一寡纷争问题。挂菜种甲价物价的比如，当咱讲一项。上帝的国是对世事的经济，对迄个面销，慢慢扩展。表示意思是啥物？伫这个过程中间，伊也无法度达到伊上界圆满的状态。伫这过程中间，也阁有真济苦难，但是咱已经看到这种发展，咱已经看到这个平安临到的一个形式。但是到有一天，整个上帝国完成的时阵，带来完全平安时，还有一个未来的远景。帖撒罗尼迦前书咱讲一项，当大家拢讲一切平安无事的时阵，灾会突然间临到。咱拢是伫光明中间的人，但是活伫黑暗的世界内面，所以咱脱离黑暗，然后。活伫光明中，行伫光明中。伊阁讲一项，听候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如果咱现在会当已经享受完全的平安，可能伫国人，但是你活伫无平安的世界，听候，而且你本身嘛是无完全。听候一天，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所以平安毋是讲现在，那是讲到完全的平安；毋是讲现在，那是讲到未来一个完全存在的情形。所以有人在讲创世纪，对平安对创世纪的角度来看，平安是上帝创造世界原来之意。所以圣经讲，上帝所创造拢是好，上帝创造人。是非常的好，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原先之意。但是对救赎的一个角度来讲，
为什么要有救赎？因为人的罪进入到人的中间，人就失去上帝原来所创造一个真平安的状况，所以需要救赎。所以，这个救赎就是要恢复平安。要恢复平安，必须要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基础的工作中间来达到。所以救赎就是要互咱恢复平安。对末世的角度，真正的平安只有主耶稣基督过来，安尼完全的平安才会当完全实现。上帝主耶稣已经临到，所以主耶稣讲，我伫恁中间就是上帝国的来临。安尼咱会当体验到平安的条头，体验平安。但是咱犹原生活伫无完全的世界，以及咱家己本身无完全的本性中间，完全的平安，只有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咱受完全的救赎了后，咱才会当达到体验完全的平安。要结论，咱有3篇的讲道，要来做一个结论。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杨牧谷牧师安尼讲，伊讲咱教会过去到现在，将这个平安的处理其实有2部分。一方面是较重要个人灵性的咱家己本身内在的平安，追求这方面的一个定义。所以咱希望咱家己有平安无论外口有啥物种环境安怎改变咱有平安。另外一方面是认为平安应该是一个较外在性的、政治的、社会的、战争的、和平的、生态的、社会公益的。所以呢，咱基督徒来强调咱就要对咱的社会有一个行动关怀工作，这拢是对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嘛讲，恁来做光做盐，恁就要追求和睦。恁就要互人和平，互人和睦，人有福气。安尼，姊妹，就是讲到咱伫对人外在这种和平的付出甲追求。但是姊妹，事实咱虽然愿意安尼做，但是咱也必须要接受一项，努力做这个代志，但是咱尽咱努力，世上非常非常混乱。咱搁伫罪恶中间，无解决罪，就无得解决平安的问题。但是咱需要伫世上黑暗的世界中间，最光最盐来一个见证。过去咱可能有追求伫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安尼主耶稣基督就毋免过来啊。但是这个时阵，这种的论调完全伫世上中间无法度达成，因为忽略。如果若是无去处理人罪的根源，就谈到所讲的，每一个人拢是行伊认为对的路，拢是讲这条路是对的，这条路是好的。正个选择的时阵，圣经讲人反倒转行死亡的路，这是咱今日所拄着的问题。基督徒必须要分别世界的平安是甚物，以及圣经内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平安是甚物。安尼，咱才会当来明白平安的路。安尼，咱才袂对这个平安有一个错误的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若是建立伫咧咱甲上帝的关系内面，所以以赛亚书26章讲。上帝啊，你将完全的平安赐予信靠你的人，将完全的平安信靠赐予你的人。约翰福音最后所讲，因为恁甲我有一个连结，来得到平安。伫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要勇敢，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个世界。咱谈到平安，
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平安。但是今仔日，咱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咱永远活伫一个充满罪恶、无完全的世界。咱必须要经过真济苦难，咱的信心永远会受到真大的试炼。但是伫主的内面，咱会当预尝事先谈到平安的滋味。这个平安，就是伫人生的风雨来临的时阵，咱有一个真心信心所带来平安，因为倚靠，所以咱会当赢过外在一切苦难，甚至伫咱最痛苦的时阵，咱的心灵会当得到信心所带来安慰甲平安。有一个史比夫弟兄，是19世纪的人。这个弟兄呢是非常年轻、成功，阁善于理财。那今日对咱来看，是完全一个平安的典范。安尼，成功、少年，嘛要讲伊高富帅啦，要外国人拢管啊，至少是官、富有，然后阁真成功，而且阁有社会名望甲地位，伊是一个律师。伊的家庭非常美满，伊有一个囝，4个查某囝，而且伫属灵方面，伊是咱长老教会的信徒，非常热心参与福音的服侍。即无论伫世界，无论伫主内面，我相信伊让当达到咱现在所看到真理想一个平安的状态。后来，伊投资真济房地产。一场的大火，互伊一切投资拢损失。伊的囝、独囝，突然间对心。伊的太太带4个查某囝要去度假的时阵，发生船难。伊的坐船去甲另外一只船相撞，船沉，太太得救，4个查某囝拢丧失伫海中。亲像约伯伊所经历的共款，所有一切家业拢无去，伊的儿女拢失去。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咱看做非常成功，会当人所欣赏平安的状况中间，突然间完全失去平安。约伯伫人生中间，亲像一个王子共款，伊真有智慧，人拢听伊的话，一天的中间失去所有。所以，这个史比夫经历这个事时阵，伊就写一首的诗。这首的诗就是我心灵得安宁，就是咱的圣诗内面，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其实伊的标题就是平安亲像江河。兄弟姊妹，我若咧想到伊咧所拄着的事，毋知要咧经过这个代志。平安亲像江河，这是一个遭受真大患难的人所写一首诗。伊安尼讲，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这是讲到伊还未受患难的时阵，伊的生活遮尔美满，遮尔成功，树木真青翠。这是讲到伊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伊人生丰盛的情形。但是伊讲，有时咱拄着大忧闷、流目屎，经过大风涌的苦海；有时拄着规群的凶恶对敌包围攻击；有时拄着大试炼，真艰苦，直到心失望看无路。兄弟姊妹，失去平安。伫这时刻，伊写安尼讲：我心灵得安宁，免烦恼，心平安。伫圣诗中间有2节，其实所写有4节。第3节咱是讲到主耶稣救赎我，互我会当真做伊的囝儿，互我会当来倚靠伊。所以虽然拄着这真大的代志，我的心虽然有大逼迫。真艰苦，看无路，但是我的心
因为主要所基督的救赎，我来到伊的面前，我得到平安。然后到第40，伊将伊愿望放伫未来讲，直到主要所基督过来的时阵，我伫伊内面要得到完全的平安。主要所基督过来，我伫信心中间来看见，然后主要所基督搁掌权的时阵，我的心会当得到平安。我相信伊咧写到即句时，就讲到我伫人生中间拄着真正患难。只有主耶稣基督内面会当得到平安，但是我知影，要完全的平安，要有一天完全除去我心中一切苦痛，只有当主耶稣基督过来时阵，我心灵才会当得到完全的平安。啊，姊妹，这是咱的平安。我无得甲你讲啊，你若来相信耶稣基督，都平安喜乐。你若来信耶稣基督的时阵，啊，亲像所应允的一切代志都当解决。一切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拢能得到成功顺利。你若信耶稣基督时，你艰苦病痛住院，我替你祈祷，完全病拢失去，安尼。甚至你通脱离死亡，你通脱离老化，甚至你若要考试的时候，我会当互你去到上界好的学校。啊，姊妹，咱无这种平安。但是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咱才担着平安的快乐，就亲像这个死皮肤同款，伫真大艰苦的中间，主啊来到你面前，得到平安。伫世上有苦难、劳苦、忧愁，但是来到主耶稣基督内面有苦难。直到有一天，咱现在担着平安的滋味，直到有一天，咱去伊遐，也是主过来，咱得到完全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基督伫这种所行的事，将做一个条头，伊就是平安。现在咱经验平安，等有一天伊过来，咱去遐，咱要领受完全的平安。咱三甲来祈祷。主，你就是平安，世上有苦难，但是伫你内面有平安。主，你要将平安赏赐互阮。互阮甲上帝，就是这个掌权的上帝相结连。主，你对阮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所以阮来到你面前讲，伫完全无得到平安的世界，你应允，阮伫你的内面平安。现今阮就体会，因为你甲你结连，阮所得到平安。然后我也知有一天，你救赎阮，阮会伫你内面得到完全的平安。感谢你，平安的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唱起来。
请坐。这是要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请起立。对天平上帝恩典享受，阮得到财富的力量、智慧甲机会，拢是对你来的。阮献上我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名，愿你干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本会消息：本主日大祭礼拜了后，要来召开圣诞节期的筹备的会议，地点是7楼的副堂，请中级的事工组至少爱派一个人出席。圣歌队、敬拜团、团契小组、主日学嘛，请派代表来出席。台湾圣下医继续派张敦雅圣下心伫新的学年伫本会来实习，期间是对今年的9月到明年的6月。后礼拜主日要来召开中执会，要来遴选执事的候选的名单。第2期的幸福小组预定伫10月16号开始，有八周的实体的幸福小组，要来开始吼。这个月是要来预备，并且开始来邀请咱 BEST 来参加，请大家兄弟来为这个事工来祈祷，来求信心来感动咱的 BEST 来愿意来参加幸福小组的活动。教会网络事工小组的报告是，请团契小组事工的团队来，编写家己的简介。这个简介是要放伫咱公园教会网站顶头，来互大家来看，这样。以上，部事工要报告。今仔日下晡呢，有咱过去
赖金军牧师吼，伊要就任伫中明教会，所以咱的助理甲咱的青年同工吼，牧师有哪会去吼安尼。如果咱若会友要去吼，大家讲一下吼，我家己买一个车去啦吼，是毋是看要做一寡调整吼，即个路程如果你有交通的问题吼，迄个确定吼，咱要筹备即个圣诞节的即个会议吼，所以咱请所有同工才来参加。迄个后礼拜吼，后礼拜25，就是咱要召开即个中执会。即个中执会主要目的就是咱要遴选即个职事的候选人。过去咱拢是会友来选啦吼。即个因为咱最近的出席较无像过去安尼无遐侪人想敢无代表性啦吼。所以咱主要是就是推荐名单尔吼。所以要由咱中执来一个所在来做一个推荐。因为咱中执伫教会参与事工，会较知影吼，每一个教会会友这个情形吼安尼。所以这是咱今日要所进行的。因为牧师迄个确定要去新的教会吼，主持因的小会甲中执会，所以可能早1点才会转来吼。所以后半段才会参与。正常咱昨吼甲拜五吼，咱拢有遮个好的事甲无好的事啦吼。中国老师因的伊的妈妈安息，咱伫因家庭中间有举行家庭礼拜吼，这非常好，因为所有的亲族拢还未信主，咱兄弟姊妹10几个嘛去遐参加吼，来表示咱的第一，咱的听真好，这个见证啦吼。还佫有一个张康弟兄吼，去他说咧，住伫仙乐园的所在，这是董理长老过去的同事，替伊嘛得真久吼，信主。所以呢，我想着由咱高雄教会来照顾吼，安尼成果无好，住伫仙乐园的所在，这是咱即几项才会补充的报告吼。来吟祝福齐恳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大家起立。愿耶和华赐福恁，保护恁；愿耶和华互伊的面的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恁，赏赐恁平安。阿门。谢谢绿豆。